之前冇買樓嘅朋友，今日呢一間你一定冇錯過。我哋今日分享呢一間嘅裝修咧係原木風格嘅，而且咧佢面積雖然唔大哦，但係佢個客廳咧係做咗一個橫廳嘅設計，係做咗3個房間啦，而且係3個洗手間嘅。咁我哋可以先睇下陽台一個景觀先。呢邊望翻出去咧就係明泉高嘅一個別墅嘅景觀，景觀都係比較開揚嘅，而且陽台呢度咧業主都係訂製咗一個陽台個櫃俾你使用嘅。咁嚟到咧就係我哋嘅一個客廳啦，可以見到啦，橫廳嘅一個設計，咁我哋客廳咧都係比較寬闊嘅哦。呢邊咧就係一個餐廳嘅位置，係擺咗張4人位嘅餐台哦。呢個位置咧係一個入戶門嘅，哇！對過嚟就係超大嘅一個廚房啦，即係4個人喺度煮飯嘅話都完全冇問題啊！佢係擴建咗我哋一個廚房啦，利用咗一個超大嘅廚房嘅。咁我哋再過嚟睇下呢一邊嘅休息區啦，咁可以見到啦，業主佢係呢個位置咧係整咗一個吧台俾你使用嘅，即係平時翻到嚟啊喺呢度休閒啊，飲杯咖啡嘅話都係好放鬆噶哦。咁呢邊咧就係一個公共洗手間啦，佢都係有整到乾濕分離3件套都安排俾你嘅。咁首先第一間客房啦，都差唔多有成9個平方，而且咧都係朝南向嘅。咁呢一間咧係第2間，佢係一個套房嘅一個設計。咁呢間套房咧都有成15個平方嘅，而且呢邊個景觀都係望出邊嘅一個景觀嘅哦。衣櫃都訂製埋啦。咁再睇下我哋嘅洗手間都有成6個平方，完全都係做到乾濕分離嘅哦。咁最後咧嚟睇下我哋主人房嘅一個空間。哇！有冇睇到我哋主人房超大嘅一個洗手間哦？後期你擺翻張大浴缸都冇問題哦。咁呢個咧就係主人房啦，擺咗張1.8米嘅大床啦，而且都係有訂製咗櫃，而且我哋呢邊個景觀咧就特別靚啦。呢邊個景觀係望到一個別墅景嘅，同陽台個景觀係一樣嘅哦。咁呢個戶型咧，我哋就已經體現啦。佢嘅建築面積咧係132方嘅哦，但係咧佢實用面積都係非常之大哦。因為咧業主咧係改咗，利用咗呢個位置咧係整咗一個休閒區俾你。以前係4房3衛，依家改咗3房3衛啦，真係可以拎包入住啊！大廳都有空調，而且每間房都整咗空調喎。如果你對呢間房感興趣嘅話，不妨嚟睇下啦。咁業主咧目前放嘅價錢咧係120幾萬嘅，不過如果睇啱仲可以傾價嘅。想要咁靚嘅景觀，想要呢種裝修風格嘅話，就快啲聯絡小林啦。小林公司咧就喺御龍山星耀1期樓下嘅德源優選房，想了解更多記得揾我啦。